每么大就每个课长，侬课长飞咩话行有面的多多，侬课长飞咩话？希罗蒂、尼维、奥黛、约翰，未来。希罗蒂就是约翰，约翰说了，他们这样就是哥哥占地的老婆，这样是不合理的。所以这个希罗底呢，这个女的呢，她就要报复，就要杀约翰。梨园，未来，hello day，李云，奥黛，约翰，就是希罗底，就是要杀约翰。把买带没有买带为主，希罗感谢约翰为主，希罗感谢约翰。感谢约翰，许多约翰谁苦面？未来，希罗蒂，李园，李云，奥黛，约翰，为主，希罗，感谢约翰。未来希罗蒂梨园，就是立怨啊，就是心里有怨恨。梨云，就是他心里有怨气。梨园，奥黛就是杀。打和斗两个字是不一样的，打是杀，斗是打。带约翰为主，希罗感激就是胆怯，感激约翰就是害怕这个约翰他是牧师啊，对吧？你这个希罗王，你抢你弟弟的老婆，对吧？所以说他也是牧师，他不敢杀他。未来希罗蒂梨云奥黛约翰为主，希罗感激约翰。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啦啦啦。